放姐饶命！找美女，美女饶命！没一句实话。有两下子。走。王一良。
捕头，谁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此事说来复杂，一言难尽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不是坏人。我不管你是好是坏，事到如今，你必须说明白。于长风，眼下万捕头身子最要紧，不得有任何耽误。赶紧护送万捕头回城医治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救我！前面有埋伏。不用在意，随我一同前行，方可明哲保身。这，您头前带路。走，将军，将军，这边。求阁主，退下。夫人，收手吧。相公，事到如今，叫我如何收手啊？当年我从北方嫁入南朝，本该成亲的日子，只有你没在场。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一人从战场归来。长河落日，你亲率百骑飞马驰骋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沙场归来、神采奕奕的将军。夫人，夫妻多年，你把替百姓守护江山看得比命都重要，可朝廷辜负了你的赤子之心。若不是阵营失窃，你本应坐镇京师，当一个威震四海、万军敬仰的千古名帅。可你一心驻守北境，抵御外敌，而我却只想替你拿回你失去的东西。夫人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能杀人呐！好一个夫妻伉俪，着实令人动容啊！将军啊，将军，你包庇帅夫人杀人，勾结12宫，您说，如果这事儿要是传到京城里，那可就不是回不回京的事儿了。杜雨禾，一派胡言！北狄帅，你想干什么？杜雨禾，如果是我一心包庇夫人的话，你觉得你今天还能走得出去吗？我们夫妻2人叙话，何时容得你来插嘴？杜玉禾，你以为你们家做的那些事情就干净吗？你老爹杜兰初一直阻止我相公回京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只有你们2个心里才明白。夫人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这所有的。
这，这，这。沈阳，这，玉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沈捕头还在刑律司等你呢。你先回去，告诉所有刑律司捕头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一律不许出城。是。16，大哥，12宫悍匪岳仲山带领12宫众人中途拦路，悉数夺走。经刑律司调查，乃是刘侯监管不力，北定帅部下泄露信息给逆贼，让逆贼有机可乘。大哥，密档被人修改过。不是只有总捕才能修改密档吗？难道是玉长风？还有个人也行，现在掌管刑律司的杜兰初。既然这里没有答案，我们就去王宫找找。快放回去。好。走。和儿，你知道老夫今日为何召集进宫面圣吗？想必父亲是为了狐妖和金矿两案。这一次证据确凿，他难逃罪责，在京中再无人探查父亲的秘密。老夫一直反对北定帅回京，就是担心他回京查出了老夫的秘密。此次出了狐妖案，带出他北定夫人盗采金矿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只是这北定帅戍边多年，抵御库容部有功，这要是功过相抵，怕是王上也治罪不得。和儿，你说的是啊，王上没有下旨，就是尚无定论，切勿掉以轻心呐。是父亲，您今日进宫，可得给王上说上一说。只要北定帅回不了京，父亲以后就再无危险了。我一会儿进宫，你去迎接库容部，一定要处处小心。孩儿有一事不明，这赫连阿依虎王子，这究竟是何来头？他赫连家族是统领库容的首领，是我南朝在北疆最危险的对手。多年前，他们要挟百姓，威逼北定帅，率军突破了白荡关。好在这群北朔之人只是抢走了18县的粮食，并没有向王城进发呀。这帮乌合之众啊！是啊，和儿啊，此次赫连小王子与端纯公主和亲，关乎到我两朝是否止战，你不可大意啊。是父亲，孩儿谨记。
迎库容部赫连阿依虎王子殿下。南朝人都不懂得下马行礼吗？哼，向龙大哥，向龙大哥，我们是来和亲的，别吓着人家。是，王子。库容王子赫连阿依虎，你们也可以叫我赫连王子。我虽然是库容人，但是自幼学习南朝文化，也想借此和亲契机，多了解南北朝的问题，化解我南北两朝矛盾，化干戈为玉帛。王子殿下果真是气度不凡呢。请吧，请。撤。哎，这南朝跟我们库容真不一样啊！哼，不过是手下败将罢了。哎，和亲之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们也要对他们客气点。哎，一会儿你陪我去逛逛这街道吧。哎，王子，还是和亲重要，你可别再乱跑。这南朝啊，向来与我们库容是刀锋相对，水火不容。你再这样乱跑，万一生出事端，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没事儿的，这从小到大有你在，我什么时候出过事儿？见过陛下。免礼。将军，夫人一事，陛下不用在意。既然已经犯下如此大错，夫人她……朕已命人敛了尸骨。多谢陛下。既然今生不能与夫人相守，那便只有守她泉下心安了。这都怪朕呐，当时就该把你留在身边。那是臣自愿前往。多年前一战败于库容，北京的安危全系灵儿一人身上，臣有愧。10年戍边，百战之功，你做的够多的了。若是再战，又不知有多少军民百姓遭殃啊！如今只能亏了灵儿了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公主能明白陛下的苦心。除了这个，还有更让朕烦心的事情。各地灾情不断，国库空虚，外敌又虎视眈眈，朕现在早已是寝食难安了。陛下，您还是要多保重龙体。臣此去也是为抵御外敌，保卫边疆。陛下，丝洼金矿之事尘埃落定，矿中黄金可填补国库，各地的灾情便可迎刃而解，百姓可以安居。如果臣不能再替陛下分忧，还请陛下一定要破获此案，寻回正义。那幅图现在在哪里？臣这次前来就是与陛下商议此事。春日狩猎图自玉国璋给我，就只有半幅，另外半幅不知所踪。玉国璋临终前告诉我，朕因有一部分被他私藏起来。我欲追问，玉国璋夜已身死。我想，这图里一定有线索。如今我以为陛下寻得一位解密之人，此子可以成事。图交给他了？还没有。不过臣正有此意，此人正是本案的功臣沈瑶。臣以为，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此图的重要性，但是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。哈哈，是他呀！我也早有耳闻。待我明日大殿之上，以你被贬之事掩人耳目，观其反应。若他能据理力争，保全公义，则可堪大用。若是臣走眼识错了人，还可以弥补挽救。此事宁可一试，也不可轻易放弃啊，陛下。朕因案能不能解开，
全在此图之上。是。陛下，那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好吧。于大人，你听我一句，事情无需多说。下次再见到你，微臣玉长风沈瑶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，抬头，让朕一览。二位查案有功，朕定要好好赏赐。先退下吧。谢陛下。北丁帅何在？启禀皇上，北定帅罪孽深重，万死不能谢罪，无颜面圣，故而卸甲戴罪，请皇上一览。卸甲戴罪，卸甲戴罪！传旨，北定帅欺君罔上，私藏金矿，挟富同谋，明知十二宫为非法之徒，还与其中匪首交往甚密，不严加惩治，不足以平朕心头之怒。陛下，微臣还请陛下三思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陛下，北定帅此番虽被夫人蒙蔽，却并未与十二宫勾结。但经臣彻查此案，虽木已成舟，但北定帅已尽力弥补。若陛下定要发雷霆之怒，臣万不敢请旨结案，草草了结此事。望陛下。朕刚刚夸过你，你现在就敢忤逆朕？你是想与这逆臣同流合污吗？如果你再敢多言，就把你交于刑律司，与北定帅同罪论处。陛下，且慢！公主驾到。